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早晨可以到上帝的殿中，要一起来敬拜，好不好？今天早上我要奉耶稣的名来宣告，无论我们是台上的，或者是我们台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现场到我们的直播，每一个人今天都要领受上帝圣灵大大的充满，阿们，阿们，好不好？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来预备来敬拜赞美神。好不好？圣经这样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Amen。阿们。好不好？让我们早上我数到3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拍手，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1、2、3，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呼唤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所有的赞美都来献给我们的神 ，Amen！ 一起来拍手。好不好？早晨我们要献上感恩，献上赞美，让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一起来唱献上感恩祭。献上感恩祭给我的神，他慈爱存到永远。真美好，远超所求所想，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从头再来一次，说我要献上感恩祭，献上感恩祭给我的神，他慈爱存到永远，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真美好，远超所求所想。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赞美，再唱一次歌颂，我要赞美你，歌颂赞美，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然后再次来说，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好不好？我们一起再一次的拍手来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欢迎你，主啊，求你的同在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再次来唱献上感恩祭，献上感恩祭给我的神，他慈爱存到永远，他真美好，远超所求所想，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祭给我的神，他慈爱存到永远，他真美好，远超所求所想，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赞美，再次说歌颂你，歌颂。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再次来唱，从日出之地到日落处，一起来。从日出之地到日落处，他慈爱存到永远。因他恩典，我们努力向前，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赞美，从头再一次，从日出之地，从日出之地到
日落处，他慈爱，我们一起来宣告他的慈爱。因他恩典，我们努力向前。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好不好？弟兄姐妹，举起我们的手来，一起来歌颂赞美他，歌颂赞美，宣告他的信实，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慈爱存到永远 ，Amen。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一起来。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宣告。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更多更多。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赞美，我要歌颂你，歌颂，一起来赞美他，赞美，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再次的宣告他的信实，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唱给我们的神来听。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好不好？给这位爱我们的神热烈的掌声！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是的，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能力不改变。主啊，我们相信你永不放弃我们，无论我们在何处，主啊，你都时时刻刻拉着我们的手，陪伴着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常常的把恩典够我们用，好不好？教会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再一次的来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颂赞你，我们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再一次的说，主，我们爱你。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再重来一次说，我深爱你，我深爱你 Amen。 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
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是的，主良善柔美。一生心事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再次的说，一生信实。一生心事对我顾念 ，Amen。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是的，主，我们爱你，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说出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领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灵。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良友。神的良善柔美。教会高举我们的双手来说，一生心事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是的，主，你是对我们有顾念的神。一生心事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是的，主，我要宣告一生心事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你良善又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又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让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又看顾我，永伴随我。再次对神来唱，你的良善。你良善又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又看顾我，永伴随我让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又看顾我，永伴随我。
生命。哈利路亚，一生心事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是的，主一生，一生心事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主啊，你是一生对我们顾念的神，一生心事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哈利路亚，主你是良善的神，你是美好的主。主啊，我们要向你来称颂你。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主，你对我们永远不放弃，不撇下我们。主啊，谢谢你的爱，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让我们常常的有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全人全心说出你是伟大的主。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要常常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并且搭救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赞美你。有什么比大地更辽阔，也高过无尽的长久？有什么比大海更深远？有什么更伟大？是什么？是什么照亮我的心，也融化破碎的心灵？是什么将我最吸睛？是什么更是的主你的在？是你之爱，是你的怜悯，每一天更新，不止息，是你话语，在你同在里，你的爱永不是主的慈爱。是你之爱，是你的怜悯，每一天更新，不止息，是你话语，在你同在里，
对神来唱，有什么可以与你的爱相比呢？是的，主，我们唯一的爱就是你。有什么大地更辽阔，也高过无尽的长久？有什么比大海更深远？有什么更伟大？是什么照亮我的心，也融化破碎的心灵？是什么将我最亲近？是什么更伟大？是你之爱，是你的怜悯，每一天更新，不止息。是你话语，在你同在里，你的爱永不息。是你慈爱，是你的怜悯，每一天更新，不止息。是你话语，在你同在里，你的爱永不息。耶稣，好吧，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上帝面前，向他来回应我们的爱，向他来回应我们的告白。好吧，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用灵歌来敬拜他。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高举你生命。对主来唱，是你的爱，是你慈爱，是你的怜悯，每一天更新，不止息。是你话语，在你同在里，你的爱永不息。耶稣，最后一次，我们再一次的对主来唱，让我们全人全心的都来转向他。是你慈爱，是你的怜悯，每一天更新，不止息。是你话语，在你同在里，你的爱永不息。耶稣，这时候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新的诫命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
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爱我们的主，主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主我们要向你来感恩，主我们向你来赞美，主因着你的怜悯慈爱，主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齐聚在这里，主我们来唱诗，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来聆听神你的话语，主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在神你的当中。主，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世代，有许多的恶者，他要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有时候没有按照神你的真理来行。主，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也向你来代求，帮助我们。主，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充满神你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谋略、能力、知识，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主，我们在这里，在这个礼拜当中，主啊，求你圣灵亲自的恩膏浇灌，主让今天潘牧师在这里能够释放神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得着一个极大的满足。主，我们在这里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总会锁定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敬请兄姐踊跃奉献及代祷。2. 本会定于本主日中午12点于地下室小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全体小会员准时出席参加。3. 本会定于本主日中午12点于3楼会议室召开新媒体会议，请有参加新媒体课程学员准时出席参加。4. 本会定于11月第3主日起，连续召开第22届长职选举临时和会，直到选举完成。敬请全体在籍陪参会员协助配合，为使选举过程一切顺利平安。本会特举办21天连锁禁食祷告，有负担的兄姐请于公布栏登记参加。第5点，右昌教会公告，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本会所有的实体聚会已经陆续恢复实体或线上的方式进行，请弟兄姐妹自己来参阅。6. 本会1楼广场新铺设的油漆，请骑汽车的弟兄姐妹，我们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停车不要用中柱，也不要锁龙头，我们停旁边的那个停车柱，然后安排我们的同工会来帮你们安排这个停车位。7. 本会2021年下半年装备课程，每周五晚上7点半到9点半上课，请参加的学员准时参加。8. 本会定于10月24日下午3点于教会主堂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请各牧区小组长及外展事工单位的组长参加，请于本主日前向区长报名，以便统计人数。9. 下周主日10月23还有10月24举行2021年第4次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参会员预备心恭守圣餐，同沐主恩。10. 本会第16届新生命讲座定于11月7号到12月12号举办，欢迎各小组推荐慕道友参加，详情请见周报第8页。11. 本会定于11月14号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捐血活动，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在教会副堂的前面，请捐血者带身份证前往排队捐血，捐血者可获得一份精美礼物。捐血时段征召志工，请向小组长或办公室报名。肢体消息报告：真爱林社区关怀据点每周二上午8点到11点半招募志工，那也需要有疫苗黄卡的。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办公室来找陈金慧姐妹报名。教界消息，请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教界消息。印尼之友会这个 KFI 10月16跟23呢，
举办东南亚文化体验暨闯关活动，地点是在高雄火车站前面，详情请见公布栏。然后第二个，高雄中会的松年部定于11月3号上午9点，在香蕉码头餐厅举办重阳敬老感恩礼拜暨长照2.0训练，对象是满80岁的长者是600块，90岁及95岁以上长者免费，请于10月24日前向康幸福长老报名。好，教学消息到这边，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与我们的聚会的新家人。如果我念到名字的时候，请你们站起来。那也请这个敬拜团给我一点音乐，谢谢。好，念到冠可、柔雅跟蓝心在哪里？冠可在哪里？在这里。欢迎柔雅、蓝心。欢迎！好，谢谢你们，请坐。今日佑山教会成为你们家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参与上帝的这样的宴席，让今天能够领受上帝丰盛奇妙恩典。这时候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来看到列王记下7章1到10节。列王记下7章1到10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1舍克勒，2细亚大麦也要卖银1舍克勒。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在城门那里有4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细亚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买赫人的诸王及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盘，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讲到这时候，请潘牧师，他要分享的讯息是跟他拼了。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再次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各式各样的软弱、困境、疾病、贫穷，各式各样的失望、绝望，让我们都能够走在你的光明当中，活出你那丰盛恩典的旨意。今天你的百姓聚集在这里，就是要领受丰盛的恩典。他们带着期待的心来，也带着满满的祝福来离开。愿主你再次恩膏以下的时间，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触摸每位弟兄姐妹心，也膏抹你罪人的口，让你的罪人的这个仆人能够去释放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人改变是有神迹，你知道吗？最难改变就是人呐、所以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讲过哈，我的老师学諮商的哈，我在当社工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过说，人要改变是神迹，因为他改变是行为啊，只有一瞬间的行为改变。因为什么？因为人会被行为制约。例如说，你闯红灯会被罚钱嘛，对不对？那你闯红灯会被罚钱，所以你看到红灯自然而然就停了，对不对？是吧？但是3更半夜4下无人的时候，
没有警察的时候，你一定会把它闯过去，相不相信？卖人无讲话绝对是嘛。我讲这一段，大家一定心里说阿门。我记得以前在美容牧会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闯红灯，你知道吗？我在天龙国长大，天龙国长大，你看到红灯马上被制约，马上就停，而且乖乖的停在线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每个路口都有警察，每个路口都有监视器，每个路口都有照相机。我们不是守法，而是怕被处罚嘛。所以我们这行为会被改变，久了制约，看到红灯就停。但是在南部乡村的美容我乖乖的戴安全帽，然后呢乖乖的守秩序停红灯的时候，你知道吗？会发生一个现象，人家会按你喇叭，叫你赶快走，妈动喽！为什么？要不然就会问你说外地来的哦，对，外地来的。后来我学会了，停红灯反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个人家说这个中部的红灯是这个装饰用，那参考用、装饰用。那我们美容的红灯呢就没有用。我在讲10年事情，美容朋友不要介意哈。10年前，现在你们应该有改变一点点了，一点点 ，OK。所以，我们只有行为会改变，你内在会不会改变很难改变你性格会不会改变真正能够让你性格改变的是上帝的慈爱懂吗？所以跟他拼的是你必须有上帝的慈爱，再加上你愿意依靠上帝的心，你的生命才会真实的改变。牧师为什么需要改变？当然需要改变，因为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牧师为什么要改变？因为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有3个拉扯嘛，一个老我的拉扯、世界的引诱跟魔鬼的引诱嘛，不是吗？当基督徒，如果你没有任何征战，那你当基督徒很奇怪。那没有任何征战，可能是来教会睡觉。来教会的时候会让你产生不安的感觉，牧师不是平安吗？但是平安啊，神给你是平安的意念，但神会让你产生一点不安，叫神圣不安感觉，说我好像有一个为信为义为审判自己审判自己啊，我这边不够，那边不足。如果我们只是坐在这边做礼拜而已，那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你知道吗？不会有任何感觉。内在的改变是一个真实的改变。如果信耶稣只有外在的改变，那所有的人都可以穿上这个牧师服，戴上这个白色的这个领结，然后上来讲道，因为只要讲就好，不用做。这真实的传福音叫做内在的改变，也是行为真实的改变，不是只有害怕被处罚被改变，而是被神的慈爱包围之后，你打从内心起来的改变被神的光照。比如说我是真光，反走在真光当中啊，就不至于跌倒。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勇敢的面对神，面对我们自己，勇敢的去照镜子，去看我哪个地方不一样、不足、不好的地方。我一段时间不太敢照镜子，因为我从以前的32腰变成42腰啊。买不到裤子的时候，你照镜子会很痛苦啊。然后我的所有的裤子都变成松紧带，你知道吗？松紧带，因为那个你再怎么长大，穿松紧带裤子，它永远穿得下。那穿镜子，你照镜子买衣服照镜子的时候，怎么看怎么不好看。然后那时候就不敢照镜子，你知道吗？后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节经文说，你要穿戴基督。保罗说嘛，穿戴基督，你要衣服要好看是怎么样？你的身材要浓鲜合度。太胖你要减肥，也就是说，你过于多的这些东西，不属神的东西，要把它去除掉。太少你要增肌，也就是说，你没有的圣灵的果子，你要不让它结出来嘛？阿门吗？那让某人赶快引，我的语速会不会太快？可以吗？打从内心的改变了，你一定会有一个征战，跟他拼了，是跟你的老我拼了，跟你的无助拼了，跟你的没有盼望拼了。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就是不能忧伤，不能躺平了。在中国现在有一批年轻人，他们叫做躺平大神，以前叫三和大神，现在叫躺平大神。躺平大神就躺着我就不做事了，躺平就是正义。当然，那有很多的环境跟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我就不评论。
但我要讲的是，他们会躺平，是因为他们经历各式各样的努力，他们仍然没有办法翻身，也没有办法得到经济上他们赚的应得到的金额的时候，他们选择躺平了。我再怎么努力，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躺平了，叫躺平青年。但是基督徒啊，你的制度，你所进入到教会的制度当中，你怎么栽种什么就得到什么。流泪撒种必怎么样？你练习什么就得到什么。如果你练习埋怨，你就得到苦毒怨恨；如果你练习这个八卦，你就学会讲谎话；如果你练习讲赞美的话，你就得到上帝的这样子的馨香之气。你必须要练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练习什么，你就是变成什么了，懂吗？你练习什么，你就变成像什么了。但是我们常常在练习不属神的事情，你就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但是你练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向他靠近的时候，你会沾染到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就想要跟他拼了，要跟我们的老我、跟世界、跟魔鬼灵又拼了。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个这个大麻风的病患，他最有资格可以坐在那边等死。在以色列国受到这个亚兰军队包围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大范围的包围。那个时候最惊慌的事情是什么？最被围城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围城第一件发生的是什么？粮食短缺。所以短缺到什么地步呢？如果看第5章、第6章的时候，发现一个驴头卖好几千块啊，换算现在的价格是好几千块的台币。以色列人不吃驴肉的。但是在被围城非常惊慌没有粮食的时候，连驴子都吃了。到后来不是只有吃驴子而已，富人交换婴儿，换儿食啊，舍不得吃自己也吃别人的，交换。今天我们所看到4个大麻风的病患，他最有资格坐在那边等死。他们是被城里面的人赶到城外来，因为他们身上有传染病。他们与当时的以色列国这个城内的这个撒玛利亚里面的所有城里面的人都是被隔绝的。他们被丢出来，因为他身上有残缺。当时的麻风病不一定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麻风病，他可能他身体有一些皮肤病，但不知道不明原因的疹子就被判定为麻风病。他们被丢出来，他们与世隔绝，他们夹在中间呢。所以你们看到说，他4个人他们怎么商量？说我们进城里面在闹饥荒啊，我们进城也是饿死，坐在这边是等死，往前走投降，或许这个亚兰人的军队可怜我们的，给我们点吃的，不然的话，我们去那边，他如果要怎么样，要杀我们，那我们就一了百了吧。所以知道他们是最有资格坐在那边等死的人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身上他们的所有外在条件、内在条件都适合等死，往内走，饿死；坐在这边等死，往前走送死。他们可以去在那个地方等死，但是他们站起来说：“好吧，那就往前走吧。”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他们一直把他们的 focus 放在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当中了。我这边不足，那边不够；我这边不好，那边不行。然后呢，传福音 ，OK， 现在到此为止了，不要再说传福音了，不要再叫我为神做见证了，不叫我改变了，不要再叫我起来行走，不要再叫我服侍了。我这样很好，我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我已经尽到我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够了，不要再说了，再说我不来了，再说我换教会了，再说我就受不了喽。我们牧师一天到晚在讲台上面骂我们，我不受不了了。一天到晚叫我们传福音，我受不了了。坐在原地，属灵生命没有成长，叫等死。我经看过太多信主10年、20年、30年的基督徒，他叫等死的基督徒。他没有任何的建树，叫属灵的宝宝，他只要遇到一点点呢，牧师今天没有跟我打招呼，我下礼拜不来了。长老对我讲话不礼貌。我要换教会，
我小组长没有关心我，我要走了。太多了。如果今天讲到是你，我不会跟你道歉，请你要反省你自己，你属灵生命究竟是什么样子？阿门吗？我要讲的事情是，他们有资格，但是他们站起来啊！看一下 PPT， 谢谢。坐困愁城，不如就勇敢向前吧。但他们有没有惊慌？有，他们从早上一直商量到什么黄昏。当商量到黄昏的时候，他们才站起来走，往前去送死。如果他们坐在那边，只有一个可能，就等死。军队一来，他们照样要死。往内走，饿死；坐在那边等死。往前走不一定死，虽然看起来是送死的行为，是坐困愁城不如坐困愁城，不如勇敢向前吧。不能躺平，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就是不能躺平啊！生命最难改变的是什么？就是内心啊。所以医学最难医的病叫做忧郁症。当你忧郁的时候，怎么投药在你生命当中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指数很漂亮，血压漂亮，血糖漂亮，血氧漂亮，但是你就要死不活的，因为你内在你的情绪受影响嘛。你怎么投药没有用？你吃了百忧解想睡觉。但是事实上证明，当忧郁症的患者一整夜不睡，让他们去计划未来，对他们的症状有非常大的减轻。但是我不是叫你们说旁边有忧郁症患者你就叫他不要睡觉哦，不是这样子。神是超越自然律的神嘛。记得吗？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有3次叫死人复活，第一次广会堂的，第2次拉撒路，第3次他自己。他要对他的百姓显现说：“我就是超越自然律。”你要勇敢向前走。所以我要问这个问题，下一页，下一页，谢谢。意义治疗学派说：“你为什么而活？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何而活？”有人被梦想吵醒，有人被闹钟叫醒。你醒来，你的情绪究竟是什么？醒来说：“哎，糟糕了，我又不是被动的去上班，充满埋怨、苦毒、怨恨去上班，充满埋怨、苦毒、怨恨去上学，充满眼泪的去面对你的家事跟家人。”亦或是你醒来是就有一个有建设性的，有建设性的说 ：“OK， 我今天有一个设定一个清楚的目标，设定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今天业绩要达到哪里？我要打几通电话。如果没有目标，那你所做的事情到底在做什么？你每天起来只是例行性的行为，人家老师开什么课你上什么课，开什么作业你做什么作业，你没有任何目标嘛？那没有任何目标，你醒得上痛苦啊。所以醒过来不是人家给你什么你接受什么，而是你自己清楚清楚就设定一个目标。我年轻的时候去送货。坐骑摩托车送这个汽车材料，我超爱那个工作，收入不错，时间自由，拿了货单，带了货跑来跑去，我要去哪里就骑去哪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开心的不得了。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长辈，有一次我们在外面吃饱中餐，在外面闲聊。他认真看着我说：“阿豪啊，你这个工作要做多久？”我突然间醒过来，说：“你怎么这样问？”他说：“我是老了啦，我要再转行其实不太可能的。但你要送货送一辈子吗？”哇！我那时候我就突然之间好像被雷打到一样，说我现在很快乐，我好像不太需要改变我的生活。老板拿给我什么，我接受什么，我大概可以这样工作做一辈子。可是他一段话让我开始学会如何计划未来。我同样在那个圈当中，可是我开始学餐馆。我同样在那个圈当中，我开始学会如何叫货。我同样在那个工作当中，我开始学会如何管理零件。我开始如何去接触客户。我开始知道如何去建这个叫做管理，这个叫做送货员的团队。你可以在那个圈当中，你要把圈做大。你不是只有一直在那边原地踱步，你到底要多久的时间？你没有设立目标，你就是站在这里嘛，不是吗？你的生命就一模一样，一成不变。当然你被忧郁打倒，当然被沮丧打倒嘛，因为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嘛，你也只能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勇敢站起来，勇敢的去拿到神所赏赐给你最丰盛奇妙的恩典吗？所以不要用次好代替最好啊！
不要用次好代替最好，懂吗？我们常常会拿次好的东西 ，OK， 这样就可以了。但神要给你不是只有这样子，神绝对不是只有给你这样子。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撒该的时候，他抬头对撒该讲说：“撒该下来，今天要在你家吃饭。”撒该过去他的生命没有意义啊，他是算钱呐、税吏，你知道吗？他很开心，他做他的工作，他非常有成就感啊。他可以赚很多钱，他可以收很多税，随他自己想要的去收，你知道吗？多抽一点，这边抽一点。可是问题是，他很开心的赚钱的时候，他的社会关系、他的人际关系以及他的家庭关系是非常的分裂、非常糟糕的，大家都不喜欢他。大家在他身上贴了个标签：撒该、矮子撒该、讨厌鬼撒该、税吏撒该。但耶稣呼喊他的时候，说：“你下来，今天在你家吃饭的时候，哇，他生命当中好像被雷打到一样，他生命改变了。所以他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开心啊，那天晚上他大概睡不着啊。他除了开心感动，耶稣接纳他以外，劝勉他，为他祷告，跟他一起吃饭以外，他晚上已经失眠煎熬，说我到底怎么做，我才能够像耶稣所说？耶稣一定跟他有这样的建议：你恶削了谁，就要加倍还给他。尼哥底母半夜跑去找耶稣，耶稣不是跟他讲说：你财产多要分给其他人吗？耶稣一定告诉他这样讲，一定也跟撒该这样讲。撒该听了的话，一定刹那之间噔噔闹可怜，但他很惊慌啊，他也经历挣扎。后来他早上已经张开了，后改变，反正我恶削了谁，我加倍奉还给你，跟他拼了。所以他恢复与神的关系，他恢复与当时社会的以及他村庄里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他拼了。你为什么而活？有什么是成为你成长的动力？还是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内在最难改变叫忧郁，投任何药都没有用。你可以选择做任何事情，但你没有资格选择躺平。你可以选择做任何事情，没有资格选择停留在原地不动，懂吗？罗德的老婆变成石头，因为神叫他往前跑，可是他偏偏要往后看，懂吗？往后看他就变石头，为什么？那不是神机耶，那不是神的处罚耶，而是在他对过去有太多的留恋，他只能停止在那个地方，没有往前走啊。所以我想说，不要往后看了，往后看就是充满了懊恼啊。往前看，有时候也看不到未来。你就抬头仰望神，神从天上降下那丰盛奇妙的恩典，然后大声的叫说：“撒该你下来！”大声的叫说：“拉撒路你起来！”大声叫说：“管会堂的女儿啊，这个埃鲁的女儿复活吧！”他大声呼喊的时候，就是要让你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大声呼喊说：“你们是我所爱的。”弟兄姐妹，在我生命当中，我有很多次这样子的，想停滞不前，想停留在原地不动。但神让我光照我，让我能够照照镜子。我有哪个地方是不足，哪个地方是不好，哪个地方是不行的。你可以停留在那个地方，然后继续自己责备自己，但是你也可以起来去改变你自己。你必须要尽那个责任。你必须要尽这样子的责任，去让你自己过得更好。责任让你自己变好，变得更强壮，是谁的责任？是你自己吧，还是谁？我一直帮你做那个举重的，我在旁边做举重的那个动作，旁边有一个辅助员，有吗？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做重训的时候，就做大重量的时候，100公斤，然后要往上推，一开始你看你推不太动啊。哦，我可以推个6下，可是我要往上推第7下突破自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训练员帮助我，辅助员帮助我把它提起来。我们可以帮助你，可是最后9成10成的重量在你身上，我们只保护你不受伤而已。如果我帮你把那个重量提起来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改变，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承担重量，你就不可能改变；你没有承受压力，你就不可能改变。罗斯福总统为了要告诉他的这个美国军队，这个叫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他就告诉他们的这个3军，就是说我们除了挡住太平洋战役、战胜太平洋战役之外，我们要偷袭，我们要反击东京。按照当时美国机队的那个飞机群的那个能力是不可能的，再怎么减轻还是飞到一半掉下来啊！再怎么减轻飞机重量，再怎么减少它的燃油重量，
他就是会掉下来啊。他们说不可能，就罗斯福这种天生他是这个下半身是无法站立的，他脚是没有办法站立。当所有的他的三军的将军说不可能啦，卖个想啊啦，那会当收掉你没赖啊。结果他的眼睛瞪大，他就跟他们说：“信不信我站起来？”所有人都吓到，他黑人随扈就说：“不要，你不要站。”结果他真的站起来，一站起来就说：“我就是要反击了。”那时候，所有的将军们都哇，除了震惊以外，也这个让他们的这个军心整个大振起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你知道吗？属灵生命的脚都软弱瘸腿的，你没有办法站起来的时候，但是神让你就是说，你站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激励更多的人。神用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堪，帮助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名，帮助我们荣耀他的名。我就讲快一点 ，OK， 往下一页。所以神迹式的得胜，这一群人准备去送死，没有任何盼望。可他们走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发现这个所有亚兰人都逃光了。所以亚兰人逃光，为什么？因为神让亚兰人听到这个千军万马的声音往他们奔过来，所以亚兰人逃跑。亚兰人逃跑，说：“哇，糟糕了！千军万马来攻打我们。”亚兰人逃跑，所以这4个麻风病患，他原本是送死，原本是投降。可是神在他们前面，他完全不知道神在他前面已经为他们打了胜仗。他们去的时候就领受这样子白白的恩典。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是那4个麻风病当中其中一个，但是你千万不能坐着等死，你一定要起来走。你可以往前走，你可能是送死，可能去投降，但是神在前面早就为你预备得胜，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是神本来就是要医治你嘛，阿们吗？神本来就是要给你的。我们常常就说我应该要做什么才配得这个恩典，不用，而是你不能坐在那个地方等死。第3个，不要被过去的经验困住，过去失败的经验困住。亚兰人就过去曾经打过败仗，他们怕有一个战役叫夸夸战役，夸张的夸，夸夸战役，就是这个当时以色列人战胜亚兰人。就亚兰被打怕了，你知道吗？但是以色列联合其他的诸国起来打亚兰的时候，后来亚兰人他包围以色列的时候不敢包围太近，他远远的包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带的物资有多多，他们兵器有多多，他们的人员有多多，他们可以扩大包围去包，而且要长时间包围以色列。你就知道以色列给他们心理创伤有多大。他们扩大要去包他的时候，后来听到千军万马声音都要逃走。因为他们被过去失败经验所吓到，就算他们拥有再多的资源、再多的能力、再多的人力，他们还是会溃散逃跑。为什么？被过去的失败经验困住。你是不是被过去失败经验给困住了？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现在站不起来，表示以后永远站不起来吗？现在脚粉碎，然后这个骨折之后，然后我昨天听百周哥说他就是因为他受伤，然后就他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站立。我说那非常痛，他说对。但是他现在行走如常，就是因为他有给自己设定目标，所以他能够站立起来。他不是被那每次站立起来的那种巨大疼痛感给打倒，而是他每次一次又一次忍耐，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之后，他现在可以行走如常吗？不要被过去失败经验给困住。第4点。下一页是要去分享好消息，要去分享好消息。你生命改变，就是要去分享。所以耶稣在圣殿当中去医治那些看见的，他在那边就是很多人看到说哇，你过去瞎眼，很多人在质疑挑战他啊，说啊你究竟你的眼睛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他们想要从当中去找出耶稣的问题跟毛病，就那个瞎眼人就说。你们不要问我那么多，其他我不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过去我是瞎人，现在我看到。所以人家问你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件事讲嘛。你不要问我那么多真理还是什么的，我其实有些时候我不太懂。但是过去我是这样子的人，如今我这样子的。
过去我是100多公斤的胖子，如今我瘦身成功。我说未来，哦，未来。没有人阿门吗？还是你们觉得我很瘦？那我不减肥喽？对，还是要减啊。所以要去分享啊，相信第5点，相信神的应许。下一页，下一页，谢谢。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在祷告会里面曾经有讲过，神使用你的难堪来荣耀他的名。神使用你的难堪，使用你的缺点来荣耀他的名。他使用亚伯拉罕的这个没有孩子，亚伯拉罕的名字叫多国之父，多子之父，结果他到100岁才有一个孩子。神使用他的难堪来荣耀他的名，你知道吗？神使用谁？因为这个摩西的难堪呢、他呼召摩西起来，80几岁老人说：“你回去到埃及带我的百姓出来。”摩西的难堪是这种面对过去面对他的不堪的过去他让约伯的难堪，约伯什么失去线的难堪，来荣耀他的名。他用约拿的难堪，约拿的难堪是什么？面对仇敌，记得吗？他叫他去尼尼微城去传福音，他恨不得天火降临把他全部杀掉。可是神使用约拿的这个难堪，让他来荣耀他的名。神甚至使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难堪是什么？死亡十字架在当时是羞辱的记号。可是神使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3天之后复活，成为那十字架成为荣耀的记号。那十字架就是在你我身上，要告诉你说，孩子，你会得胜再得胜，因为你不孤单，你是属神的孩子，阿们吗？那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说，起来跟他拼了，跟我们过去的老我拼了，跟现在的困境拼了，跟你的疾病拼了，什么都能做，就是没有资格可以躺平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讲道，更多的激励你，让你能够站立起来，为神而站立。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请你去传福音；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请你去寻求神的指引。但是，请你不要躺在那边什么都不动，一定要起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你要起来，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练习什么就得到什么。你是神的孩子，练习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练习得到属天的不朽的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让你的孩子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再次领受上帝丰盛奇妙的恩典。求你再次对你的孩子们说话，让他们能够更多激励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站立起来，勇敢为主做见证。谢谢主，你不只是使我们对抗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你更要使我们快跑跟随你。愿你再次使用你的孩子们，使用右山教会弟兄姐妹，设定一个清楚的目标，为主而奔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再一次从头来唱，主，我们的灵安静在你的面前。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能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的
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能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看到天主教的十字架上的耶稣，你觉得他的表现痛苦，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拥抱每个人。第二个原因是世人不了解天父对他们的爱，神的心非常的痛苦，他很期待能够去让他的爱能够拥抱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他说我不丢下你，也不撇弃你，你才不是属灵的孤儿，我去要差遣圣灵保惠师与你们同在。你的生命能够刚强站立起来，是因为圣灵保惠师在你们里面不断的为你祷告，不断的让你们能够站立。如今站立在神面前，并不是偶然，而是神的爱充满在你们当中。因此，我们要再次勇敢大声跟神祷告说：主，我要站立在你面前，我的生命要改变，我要越来越活出你的那馨香之气，活出你的呼召，我生命要充满美好的见证。我不是只有坐在这边，反倒我脚掌所踏之地都带来属灵生命的改变，都成为佳美之地。我们要同声来祷告，我要改变我的家庭，我要改变我的公司，我要改变我的工作，我要改变我家人关系，我要改变我的学校，我要成为光，成为盐，成为耶稣基督最美好的见证者。我已经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全圣灵的感谢，全圣灵感谢你，主啊，愿你能够再次来塑造我，再次来敬拜你，主啊，我是属灵的，我是这世界，主啊，你带着世界我们，刚强让我们拥有的，因为神你再一次来
能够得着你的供应，让我们更多贴近你的心意，看见你的旨意，明白你的话语，主求你向我们揭开那智慧还有启示的这样的一个书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当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你来，愿你来，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这样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在原地上在看，可能再次帮助我们，再次赐福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得着你的容颜，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看见。我们要继续为在高雄大火当中罹难的家属来祷告，求神的爱、求神的安慰充满在他们的心中。离我们好近的地方，这么大的火，让了虽然我对那个地方不熟悉，但是看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时候要举起圣洁的手，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的安慰、平安主乱在他们的心中，求主帮助他们，使他们胜过死亡的这样的忧虑，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同声为他们来祷告，求神的属天的安慰充满在这些罹难者的家属当中，在病痛当中，还在伤痛当中，还在医院当中的，有且求主来医治。我们要一起来举起手来，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求我们奉我们的名义，为着在大世界这个世界的网络的里面的家属，求你所走的在这世界上，在这道路中，求你来安慰这些受在你的心中的家人，你来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尊着灵性上的安慰，更多的浇灌你的圣灵，主让他们看见你的容颜，主啊，是那个慈爱的，主啊，是那个温暖的，主啊，是那个拥抱的一个热忱，主让每一个人他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世界，他们来明白这美好的心意，主你亲自安慰他们的心，主你抚摸他们的灵，主啊，让他们满有这样的一个平安还有喜乐进到他们的里面，主啊，让他们每天都充满着对神你的一个怜悯还有慈爱，主浇灌他们的心，主你帮助他们，主啊，在家这一切后续的所有的处理都能够一切的顺利，主给我们的自在而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清楚明确的方向目标，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能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你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的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好吧，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再次的宣告，神荣耀的同在要充满这里。荣耀同在，充
发生的地方。此时此刻，你的医治的大能就要充满在所有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在我们当中有贫乏的，主求你这时候触摸他们；在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求你使他们坚强起来。在此时此刻，就在这里，当他们走出教会，就是他们开始荣耀主的时刻。主求你再次医治的大能、平安、祝福充满在所有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他们所到的地方就要变成佳美之地，他们身上要散发的馨香之气，他们不再软弱，不再跌倒，不再躺平，他们要起来行走，他们要跟他拼了，他们要活出耶稣基督那美好的这样的形象，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要成为生命当中的得胜者，为主得胜再得胜，成绩要不断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哈利路亚！主求你再次看顾忧伤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偶然来到这里，他们是领受神的爱，再次站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你也要回应他们的呼召，回应他们的祷告，回应他们的呼求。主，让他们得见你的容面。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这是我们请我们执事来收奉献。一起起立来唱奉献诗。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日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于耶稣，所有全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天父，主你每天更新、调整、改变我们的灵，主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我们要跟他平了，主就连我们这样的一个奉献，主我们也要跟他平了。主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当我们多获得这样的一个获彩的能力的时候，主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心智，愿意更多的摆上来，让这些金钱成为教会侍奉当中一切的所需。主求你恩待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他们从他们的心里与诚实所奉献的这些金钱，成为神你的事工30倍、60倍、100倍极大的祝福、恩典以及浇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依然站立祝福差遣。
祝祷，请潘牧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保守，愿上帝所赏赐满满的恩典、平安、健康、喜乐，充满在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必会。